Hello，大家好，又係到咗光影脈動嘅時候啦。今日同大家介紹嘅一幅名畫呢，叫做《基督受難記》。呢幅名畫裏邊包括咗有23個場景。The Passion of Christ， 佢嘅畫家係漢斯梅姆林 （Hans Memling），佢嘅生卒年份係1430至1494年。本集嘅內容呢係分咁多方面嘅，咁我哋直入咯。梅姆林Hans Memling 係大概1430至1494年嘅人，佢係一位嘅德裔早期尼德蘭嘅畫家。佢曾經喺布魯塞爾嘅畫室裏邊作畫，亦都成為布魯日嘅市民同埋當地主要嘅畫家之一。佢繪製嘅肖像畫為人所識嘅呢，就係最後審判同埋聖約翰祭壇畫等等。佢曾經一度風靡意大利，並且對15世紀末期嘅包括拉斐爾在內嘅一批意大利畫家所影響，受佢哋呢都係受佢所影響嘅。但係1480年代布魯日發生咗金融危機，而梅姆林佢嘅經濟狀況呢亦都受到影響，而喺1494年8月11日呢，佢就喺布魯日逝世。呢幅嘅《基督受難記》呢，佢係一幅嘅木板油畫，佢繪製於1470年。呢幅嘅敘事畫呢，係結合咗23個關於基督生命嘅畫面，佢係冇中心主導嘅場景，其中19個描繪基督嘅受難啦、復活同埋基督復活之後3次嘅顯現，包括向抹大拉嘅瑪利亞、去以馬忤斯路上同埋喺加利利海嘅3個場景。呢幅畫嘅訂製者呢，就係駐布魯日嘅意大利銀行家塔馬索波爾蒂納尼。喺1501年呢，佢就去世啦。當嗰個時候，呢幅畫呢並唔喺佢嘅財產目錄裏邊喎。喺1510年至1520年間呢，呢幅畫就從布魯日就去咗佛羅倫斯，而1550年呢，喺佛羅倫斯嘅科西莫一世嘅收藏裏邊呢已經有記載啦。呢幅畫呢而家就存喺意大利嘅都靈市嘅薩包達美術館。梅姆林嘅《基督受難記》係喺1471年面世，佢係一幅敘事場景，佢涵蓋咗耶穌喺棕枝主日進入耶路撒冷到復活之後向門徒顯現嘅事件。我哋睇一睇呢幅畫作呢，佢呢個嘅細部內容嗰個默想係大概包括啲乜嘢呢？佢嘅敘事係由畫作嘅左上角開始噶。佢係向下移動，並且橫越中央，然後呢就翻去右上角。如果你仔細去睇呢，可以睇到耶穌企喺加利利湖岸邊，走到通往以馬忤斯嘅路上。呢幅畫有幾個嘅特點呢，係吸引觀者嘅。每個嘅場景中嘅人物嘅動作啦，都充滿咗戲劇性，而且非常之生動，幾乎呢讓人聯想到舞台上嘅演員。右上角嘅日出作為呢畫裏邊大部分投下溫暖嘅光芒，同時呢亦都將客西馬尼同埋耶穌被捕嘅黑暗場景籠罩喺陰暗當中。佢將好多人物啦以現代風格裝飾，並且將耶路撒冷嘅結構設計呢成為一座嘅中世紀城堡。但係梅姆林佢引人注目嘅建築啦、風景同埋服飾嘅等等，都係講述咗一段活生生嘅歷史咁樣。呢幅珍貴嘅畫作呢，就將整個嘅復活故事呈現為耶路撒冷嘅真實事件嘅循行咁樣。呢個故事係俾我哋睇到呢，就係喺從左上角嘅入口開始，故事就沿住左邊展開。耶穌驅趕嗰啲兌換銀錢嘅人離開聖殿，而猶大呢喺黑暗嘅小巷裏邊同猶大領袖去密謀啊。而耶穌喺上層嘅房間就慶祝最後嘅晚餐，而然後呢就往客西馬尼園被捕。好啦。
跟住落嚟呢，我哋就睇下嗰啲逐部分嘅場景啦。首先我哋睇下第1至第7個場景啊，咁呢就係喺左邊嘅，係首先第一個場景。第一個場景呢，就係進入耶路撒冷，基督呢，就向母親去告別之後，佢就騎住驢子就朝城進嘅城門啦，就前進。使徒佢哋就徒步咁去跟隨，嗰啲人呢，就斬下嗰啲嘅棕櫚枝，脫下斗篷，攤喺嘅地上邊。有一個男人呢，佢嘅膝蓋呢，就半彎，脫下佢嘅帽子。呢個呢，係對君王一個尊榮嘅姿勢，喺當時嚟講呢，係一個標準嘅動作。仲記唔記得我哋當日我哋自己決志信主嘅時候嘛？我哋信實旦旦咁樣，亦都願意耶穌成為我哋嘅救主，生命嘅主，作我哋嘅王，掌管我哋每一個部分嘅生活。但日子耐咗，我哋嘅言行，我哋嘅生活態度，我哋嘅人生選擇喺主嘅面前，我哋仲係唔係屈膝尊重主呢？第二個場景，基督去驅逐嗰啲放債者出去聖殿，嗰啲宗教領袖嗰啲呢喺聖殿裏邊敬拜嘅人，竟然呢喺禱告嘅殿做買賣，將神嘅聖殿變為賊窩。神嘅兒子點會唔發義怒呢？我哋今日嘅教會喺神嘅會中，又有冇真心去敬拜服侍神，以父嘅事為念呢？呢一度呢都值得我哋去思考，或者俾少少時間諗下，我哋有冇以主嘅事為念呢？跟住第3個場景，猶大同大祭司喺油火把照亮嘅禮堂空間裏邊，猶大出現喺法利賽人中。法利賽人俾咗佢一袋嘅錢，以換取佢出賣基督嘅行為。究竟猶大為乜嘢會出賣主耶穌呢？好可能未必係單一嘅原因。從不同嘅經文推敲，猶大內心潛藏嘅貪婪成為咗佢嘅破口，政治理想嘅破滅轉化為憤怒或者扭曲嘅激進手段，最終讓撒旦有機可乘，促成咗呢場嘅悲劇。而第4個場景就係最後晚餐，描繪嘅係嗰個嘅係約翰嘅頭呢，投靠喺主嘅胸膛上邊，詢問出賣主嘅門徒係邊個。耶穌已經指明出賣佢嘅人呢係猶大。隨後猶大離開啦。呢個亦都提醒我哋，一個人出賣主動機呢可以好複雜，所以認識主、靠主、愛主比一切重要。彼得回轉正正就係因為佢不斷咁盡心認識主、靠主，明白到自己對主嘅愛呢，即話係有限，但係仍然可以選擇愛主，因為佢知道主永遠唔會丟棄佢。相反，猶大唔認識主、唔靠主，當然亦都唔選擇愛主，亦都以為主唔會愛佢，所以佢寧願選擇自盡。去到第5個場景，基督喺客西馬尼園祈禱。呢一段禱告偉大嘅地方就係耶穌冇隱藏佢嘅極度悲傷，而係將佢最深嘅恐懼帶到天父嗰度，佢證明真正嘅禱告係允許脆弱同誠實咁去面對痛苦。佢禱告嘅巔峰呢，就係唔好成就我嘅旨意，而係願意神嘅旨意成就。佢有意識咁放棄咗自然想要避免痛苦嘅渴望，而係轉移順從上帝嘅救贖計劃，得以成全。儘管精神同埋靈性受到劇烈嘅痛苦，汗流如注，耶穌3次嘅禱告顯示真正嘅禱告係會堅持不懈，儘管無法立即獲得緩解。
客西馬尼嘅禱告係一場有意義嘅屬靈爭戰。耶穌克服咗避開十字架嘅誘惑。客西馬尼嘅禱告凸顯咗耶穌嘅真實人性，展現咗佢軟弱同埋需要上帝加佢力量。而第6個場景，基督被捕，猶大親吻基督，佢用嚟向士兵確認佢嘅身份。彼得就割下嗰個兵丁嘅耳朵。故事發生喺黑暗裏邊，士兵佢哋就從下方嘅拱門裏邊手持火把走出嚟。親吻喺當時嘅文化裏邊係門徒對拉比即係老師啦，或者朋友間表示敬愛、親密同忠誠嘅一個禮節。而猶大卻係將呢個充滿愛意嘅舉動轉化為出賣耶穌嘅暗號。猶大對自己一齊生活咗3年嘅老師耶穌呢一個嘅親吻，揭示咗最親密嘅關係裏邊可能隱藏着最冷酷嘅背叛。彼得割下咗兵丁耳朵嘅舉動，反映咗人嘅本性。喺危急時刻，試圖以刀嚟保護耶穌，呢個係一種血氣之勇，而並非係出於神嘅旨意。佢當時唔明白耶穌必須受難嘅使命，耶穌就阻止咗彼得，而且就講啦：收刀入鞘，凡動刀嘅必死在刀下。呢個就顯明咗天國嘅擴展係唔依靠暴力。於是耶穌就醫治咗兵丁嘅右耳，用醫治嚟代替報復。呢個就顯示咗天國嘅擴展係唔依靠暴力㗎。於是耶穌就醫治咗兵丁嘅右耳，用醫治代替報復，亦都表明咗佢嘅國度係唔屬於呢個世界。好啦，到咗第7幕嘅場景彼得否認主啦。彼得喺一座嘅小建築裏邊我哋睇到仲有該亞法嘅女僕，佢認出咗佢。雞就係喺亞當同埋夏娃嗰個雕像之間，好微妙啊！製作家即係個畫家好特殊，佢係象徵咗人類嘅軟弱。彼得嘅否認主同埋公雞嘅啼叫本來係一個永久嘅恥辱，但係喺整個故事嘅脈絡裏邊就係好似一盞希望嘅燈塔，俾我哋所有嘅人都能夠因為耶穌喺十字架嘅成就救恩而被赦免同埋得到復興。因為彼得去選擇相信主仍然係愛佢嘅，佢唔會丟棄佢嘅，即使佢幾咁不堪，主一早就已經知道佢會出賣佢，因為主認識佢，但係主會愛佢到底，回頭以後佢會堅固佢嘅弟兄。所以雞叫之先之時彼得就哭啦。主實在太認識佢，主回頭一看就默然對視，嗰一刻點唔能夠叫彼得唔痛哭呢？好啦，跟住我哋就睇下中央嘅區域，我哋重新進入耶路撒冷。耶穌喺嗰個庭院後方有幾個場景就喺彼拉多手下受審，又出現喺希律面前，然後又被帶返去中心，被嘲笑同埋鞭打，而最後佢又被彼拉多帶出去。遊行隊就隨後喺中央區域底部就離開個城市啦。咁我哋睇到耶穌就喺十字架下跌碰撞咁樣嘅情景下。咁我哋睇一睇第8個至第13個場景係講啲乜嘢，同埋可以進行一啲嘅默想。好，第8個場景，基督喺彼拉多面前，彼拉多
坐喺寶座上邊，由2位嘅高級官員協助審問基督。左邊嗰位嘅男子呢，就將陪同佢前往髑髏地，右邊嘅人物呢，就係前一幕付錢俾猶大嘅嗰個人。比拉多嘅妻子呢，就拍一拍佢個肩膀，催促佢呢要小心。一名嘅年輕僕人呢，就手持比拉多後嚟嘅洗手嘅盤啦，上方呢，就有一幅雕塑般嘅所羅門審判嘅形象，同比拉多嗰種懦弱嘅審判呢形成對比。可以睇到呢，畫家就想突出一個就係公義嘅判決，一個就不義嘅判決。而比拉多明知耶穌係查不出罪來噶嘛，嗰個老婆呢，夢中都有啟示噶嘛，知道問題唔喺耶穌嗰度，但係比拉多呢，喺道德上係懦弱嘅，佢將政治安全置於正義之上，害怕公眾動盪同埋帝國嘅報復，並且明知故犯咁樣呢去譴責無辜者，亦都象徵性嘅洗手顯示嘅係逃避而唔係悔改。而第9幅即係第9個場景啦，佢鞭打除咗衣袍脫去衣袍嘅耶穌，耶穌就係被一條嘅皮鞭抽打，而嗰個皮條輕講呢，就係一開3再開3，成為9條。每一條嘅頂端呢，就會綁上金屬球或者一個鋒利嘅羊骨碎片啊。當佢嘅鞭子抽打喺肉體上面呢，就會皮開肉爛啦。呢個就係以賽亞書所講嘅53章第5節所講，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好啦，第10個場景，比拉多嘅第2次審問。呢個場景咧係發生喺右邊一棟狹窄嘅小建築裏邊，佢係喺更後方。呢幅畫明顯呢就係要描繪基督帶住光環啦，佢顯現喺比拉多面前。呢個係基督喺被鞭打之後再次被帶到羅馬總督面前嘅情節。當時佢確認自己係猶太人嘅王啦，佢就緊接住荊棘加冕嘅儀式，因此呢，從空間角度嚟睇，呢個次要嘅場景呢係打亂咗原先嘅次序噶。而第11個場景呢，就係荊棘加冕啦。耶穌遭受虛假試探同埋隨後嘅鞭打以後，喺被釘喺十字架之前呢，羅馬士兵就用荊棘編作嘅冠冕戴喺佢嘅頭上，戲弄佢咁講：恭喜啊，猶太人嘅王啊！然後荊棘冠冕係極其痛苦嘅，相比於疼痛，荊棘冠冕更多嘅係嘲笑。一個皇冠本來呢係象徵住皇室同埋威嚴，但係而家呢就變作住痛苦同埋有辱人格嘅嘢。而第12個場景就係希律妻子身後嗰個嘅陰影裏邊，向百姓展示基督，百姓就以手勢呢判佢要釘佢十字架。希律為乜嘢要咁樣呢？因為佢只係想睇耶穌喺佢面前顯神蹟啫。當耶穌唔答佢啲乜嘢嘅時候，佢就同其他嘅兵丁一樣藐視耶穌，戲弄佢，俾佢着上華麗嘅衣服，但係又將佢送翻俾比拉多嗰度任由去處置。而第13個場景呢，就有2個人開始打造一個十字架，就係為要預備將耶穌釘喺十字架上邊。去到第14個場景呢，就係要耶穌背負十字架，從城門出發嘅時候，會有長長嘅遊行隊，約翰、瑪利亞同埋婦女們等人跟從基督，基督跪地咁凝視嗰啲嘅觀
看者，嗰個白衣禿頭嘅漢子，未知係咪嗰個從鄉下嚟嘅古利奈人西門。經過嗰個地方，佢哋就強迫佢一齊去幫耶穌去背一背嗰個嘅十字架。無論如何，耶穌嘅身心實在已經去到極度疲憊嘅時候啦。好啦，跟住又去到另外一個重要嘅幾個場景，第15至第17個場景，轉到呢去嗰幅畫嘅比較右上角啦。第15個場景就係釘耶穌喺十字架，去到故事嘅高峰。受刑者通常呢係會被剝去咗衣服，雙手同雙腳被粗大嘅鐵釘釘喺木頭上邊。同釘耶穌十字架左右有兩個強盜，佢哋嘅呢兩個強盜，佢哋嘅態度同言行好唔同。左邊嘅強盜去譏誚耶穌話：你唔係基督咩？可以救自己同我哋吧。佢嘅態度傲慢、憤怒，即便喺死亡邊緣呢，佢仍然只顧生存，唔承認自己嘅罪。但係右邊嘅強盜呢，佢應聲責備嗰個強盜話：喂，你既係一樣受刑啦，仲唔怕神咩？佢承認自己嘅罪，我哋係應該嘅，因為我哋所受嘅同我哋所做嘅相稱。佢認識到耶穌係無罪嘅，佢話：但係呢個人佢冇做過一件唔好嘅事啊！對耶穌嘅認知同埋請求，嗰個唔信基督嘅呢，佢將耶穌視為同自己一樣嘅被囚者，佢要求耶穌行神蹟拯救佢哋離開十字架。但係嗰個右邊嘅強盜卻係尊耶穌為王，佢請求耶穌話：耶穌啊，你得確降臨嘅時候，求你紀念我啊！佢信得過耶穌有死後嘅國度，而唔僅僅係眼前嘅肉身脫險。所以佢哋嘅結局同命運，嗰個不信嘅強盜，佢帶住嘲諷同對神嘅不敬，死喺罪裏邊。但係右邊嘅強盜呢，卻係到咗耶穌，得到咗耶穌親自嘅應許。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喺樂園裏啦。第17個場景呢，為咗趕喺安息日開始之前，即係星期5嘅日落之後呢，完成安葬，即係耶穌死後不久，亞利馬太人約瑟呢就主動向羅馬巡撫比拉多請求領取耶穌嘅屍體，並且呢同尼哥底母一齊呢負責將屍體拎落嚟。隨後耶穌就被安葬喺一個新墳墓裏邊。跟住落嚟就係第18個到最後一個23個場景啦。第18個場景係安葬，佢哋用細麻布將耶穌嘅身體包好，並且塗抹咗香料，然後就將佢安放喺附近嘅一座山岩裏邊鑿出嚟嘅新墳墓裏邊。呢座嘅墳墓係未曾葬過人噶。第19個場景，基督降喺陰間，但係聖經清楚講明，陰間嘅權柄不能勝過他，所以基督徒能夠無懼肉身死亡，因為我哋堅信基督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對耶穌嚟講，陰間係並非禁區，佢有權進入宣示主權。喺呢度係馬太福音10章28節，唯有能夠將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的，正要怕他。而喺第20個場景就係講到復活嘅意義，就係復活證明耶穌係彌賽亞。我哋嘅基督信仰係建立喺復活之上，
我哋嘅救恩係仰賴耶穌嘅復活，我哋嘅稱義亦都建立喺耶穌嘅復活之上。耶穌復活，亦讓我哋得以進入天國。耶穌復活，賜俾我哋永生。耶穌復活，應許我哋得着聖靈，因為耶穌復活，佢永遠活着，為我哋代求。因為耶穌復活啦，我哋亦必復活。佢嘅復活係佢必在將來審判嘅明證。第21個場景，耶穌喺提比利亞海邊嘅顯現。呢個場景發生喺復活之後，畫中顯示復活嘅基督顯現俾抹大拉嘅瑪利亞。呢度好出名嘅就話唔好碰我，因為佢真係復活，要等之後再向門徒顯現。而22個場景就係以馬忤斯嘅路上，耶穌陪伴我哋，所以我哋唔需要絕望。即使門徒落喺悲傷、困惑同埋幻滅裏邊，耶穌仍然與佢哋同行。只係人們常常都唔能夠將佢認出嚟。門徒佢哋帶住恐懼同埋懷疑，正離開耶路撒冷，遠離耶穌被釘十字架嘅事發嘅中心。但係耶穌卻係顯現啦。喺以馬忤斯嘅路上，耶穌先聽咗門徒佢哋對聽聞耶穌受難嘅經歷，但係耶穌呢，關心佢哋嘅個人旅程，讓佢哋有機會誠實咁表達痛苦。然後耶穌就向佢哋解釋舊約摩西同先知呢啲嘅說話係點樣聚焦有關預言佢嘅苦難同埋復活，強調真正嘅信心咧係要建立喺理解神嘅話語之上，而唔係僅僅喺眼前所見嘅一切。當門徒喺耶穌同佢哋一齊擘餅嘅時候呢，佢哋就將耶穌認出嚟啦。深刻嘅體驗上帝嘅同在，溫暖，以致佢哋呢唔再盲目咁去跟從耶穌，而係堅定嘅相信主。當門徒佢哋意識到耶穌嘅復活，佢哋就能夠立即嘅翻返去耶路撒冷，將恐懼轉化為行動，並且向其他人呢去分享復活嘅盼望同埋見證。而最後第23個場景呢，就係耶穌喺加利利海邊顯現。當時呢，彼得等幾個嘅門徒去整夜打魚冇收穫，但係耶穌呢卻係喺岸上指引佢哋將船靠右邊撒網，結果就網到153條大魚，並且耶穌喺岸上呢就為佢哋準備咗早餐，就係喺有炭火嘅魚同埋餅。呢幅畫呢就係好完完全全嘅將耶穌佢嘅受審、受死、復活，向門徒佢哋顯現等等嘅場景，集中喺一幅畫裏邊。好啦，呢幅畫呢實在係充滿咗活力，人物嘅豐富，透過豐富嘅想象力嘅敘述啦、細節同埋色彩，係一幅呢非常之愉悅嘅畫作，同大多數嘅即係只係一幅畫講一件事件啊，係好唔同。因為佢好巧妙呢，將23個場景呢聚於一身，去講述咗整個嘅故事。畫面呢由右邊嘅光線統一，故事呢就係從左邊嘅黑暗部分開始，然後呢就朝向光線咁樣個方嘅移動啦，指引我哋呢睇見復活節主日嘅太陽升起，迎接唔單止係新嘅一天，更加呢係新時代嘅黎明，隨住新生命嘅好消息向全世界去傳開。呢幅畫亦都提醒我哋，復活節嘅故事呢嘅完整係至關重要。如果復活嘅耶穌基督冇釘十字架，將會係一個悲劇。但係作為一個從王者騎住一匹謙卑嘅驢子進入佢嘅王國首都耶路撒冷，到復活得勝嘅故事作為結束呢，呢個呢叫我哋相信佢，
會係得着莫大嘅喜樂、信心同埋盼望。故事嘅連貫性同埋統一性呢，充滿咗活力，而引人入勝，帶嚟充滿希望同埋喜悅。呢一幅畫嘅引人入勝，而且美麗簡潔，傳達咗整個故事。咁好希望呢幅畫即係一而再，再而三，直到永遠，提醒我哋主嘅故事沒完沒了，直到永永遠遠，帶俾我哋盼望、喜樂，同埋呢一個真實、永恆不息嘅故事。好，希望我哋即係一次一次再睇呢幅畫，去更加堅定我哋嘅信仰。願神嘅話呢，佢嘅信息帶俾我哋有更多嘅思念，更多嘅盼望。好，今日嚟到呢度。